大门口有真侪人，边仔有民众排队等要做采检。亚东医院在17号才传出有护理师一家人确诊，没有想到26号新北市卫生局再度证实新增了2例的阳性个案，而且感染源都有待厘清。是一位女性的病人，因为肺炎住院，初步采检是阴性。拜伊对专业员工，佮有带7天的病人做体检，抓到这位小姐和伊的后生拢是阳性，控制规个病房和亲人总共7个人，佮有相关的接触者总共12个人。目前我们跟亚东医院整个都是持续的在做好整个医院的一个落实管理。更重要的是，医院在整个采检，目前为止经过这几波的大采检，都是阴性的。除了新北市病院有第2摆的院内感染，台北市嘛有幼稚园的老师确诊。这一群就是房仲，房仲呢，他不是有个吃火锅的朋友，吃火锅的朋友呢，他又去了别一家面馆吃东西。那这个幼儿园的确诊的老师也在这家面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怀疑说，是不是在这个面馆里面互相交叉感染。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证实，幼稚园的感染源初步判断是因为确诊卖厝的业务，这间面店嘛卖靠大来控制。幼稚园的部分目前已经先控制90几个人，详细疫调还要进一步调查。你订阅华视新闻了吗？赶紧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还要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按赞追踪哦。